继续这件是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的秘书宋瑞典涉嫌甲电源的业者收钱防收押。新竹地检署因为查这案，意外查到案外案。讲疑事有关键，因为民意代表来关说，所以甲民众交通违规的寄发单，也就是白单，甲抽回来。有28个原警方约谈，其中有21个多例的罪嫌重大，方申请收押禁见。它做出来的话，大概有1.6公吨，如果流到市面的部分，那对这个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是影响非常大。今年6月，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姓宋的秘书因为涉嫌收电动业者这个红包，互人收押，即马有案外案。检方为伊的手机内底发现警官警员倒抽罚单，和民众唔免纳罚款。年代的压力，或者是上级人情的请托，警察的预算、警察局预算都掌握在这些议员的手上。比较守法的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去缴掉。当然也有一些像白单的话，有一些模糊空间可能就会把它撤掉。昨早起，专案小组大动作，提发现所属票去超高的所在，其中包括2间警分局，通知涉案员警28人甲2名证人到案。其中1分局有组长侦查员，2分局也有所长等人，并且拢是第一线的中介干部。位阶上悬的是2线2立车的警务员。上无有2个分局员警涉案，涉嫌接受民意代表关税倒抽单，有21个员警被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嫌重大，被申请收押禁见。申请羁押的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6点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秉持不掩饰、不避重的态度，展现维护警誉的决心，自清自查，警纪警办。新竹少年团2个月，因为员警涉嫌贪污和检方大动作的诉讼，当上了新竹市警察局。案情愈办愈大，真正和警方真无面子。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